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讨论全球气候问题；西藏比如县藏人自焚事件5年后传出境外；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首次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举行视讯会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致函慰问印度国防部长，布朗贝克大使讨论全球宗教自由问题。瑞士藏人在日内瓦举行第108次声援西藏和平抗疫活动。欧洲藏人为印度藏人社区捐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资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月1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出席由美国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主办的主题为“气候灾难的反馈怀”对话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对话中呼吁年轻一代的领袖努力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并强调全球的气候和环境危机已日益变得严重。瑞典少年环境活动家格雷塔·同贝里在对话活动上致辞时，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站出来保护环境。美国卫斯理学院名誉校长戴安娜·查普曼·沃尔什女士主持了当天的对话活动。瑞典少年环境活动家格雷塔·同贝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共同获得者威廉·摩尔，著名的北极科学家苏珊·娜塔莉和达赖喇嘛尊者的首席翻译图登金巴博士等领先的科学家和环境学者出席了当天的对话活动，并相续发表演讲。此外，根据西藏境内的消息，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下曲卡村一名26岁的藏人须墨，于2015年9月在当地自焚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政策。这一消息在时隔5年后于近日才传出境外。据悉，这起自焚抗议事件于2015年9月17号下午1点左右，在西藏自治区纳曲市比如县下曲镇下曲卡村汽车站附近发生。当地警方在自焚抗议后立即逮捕自焚者，并送往当地的一家医院救治，但不幸于当天不治身亡。警方随后逮捕了自焚藏人的3名亲属。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消息显示这3名遭捕的藏人是否还被拘留、判刑或释放。有关方面，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一自焚消息在时隔5年多后才传出境外，反映出了中共政府对西藏人民实施的高压政策，以及限制信息流通和网络审查制度的真实处境。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3 1月13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首次与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特罗先生以及国务院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了会晤。在会晤结束后，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特罗先生在推特上表示，他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并指出，我非常荣幸能与达赖喇嘛尊者交谈。长期以来，我一直钦佩他和平地致力于传授藏传佛教教义。我们反对任何政府试图限制宗教团体选择自己领袖的自由。与此同时，特别协调员德斯特罗还于本周2 1月12号透过视讯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进行会晤。德斯特罗在当天透过视讯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他作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与西藏人民协调合作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发言时称赞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是唯一一位在短时间内参加多场有关
西藏的网络研讨会，发表多份声明，并且就西藏自由事业发表强而有力言论的特别协调之一。司政还进一步呼吁特别协调员德斯特罗及团队在今年2月至3月份准备起草的有关西藏的报告中，强调和突出西藏的历史地位。此外，在美国政府于近日正式承认和认可藏人行政中央之际，司政呼吁特别协调员办公室在美国驻各国大使馆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之间建立联盟。出席此次网络视讯会议的有司政罗森森格、第15届噶夏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副议长易西平措以及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据悉，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德斯特罗先生在本周与达兰萨拉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的艺术家和流亡藏人社区的女性记者进行交流互动。本次特别协调员德斯特罗先生与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流亡藏人艺术家和女性记者的互动交流，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协调主办。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全程进行直播。与此同时，印度国防部国务部长谢利帕特耶索纳伊克于1月11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乌塔拉地区遭遇车祸事故，并在事故中失去妻子和私人助理。对此，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易西平措在闻讯后随即致函表达悼念和慰问，并祈祷谢利帕德先生早日康复。此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塞缪尔·布良贝克先生于本周四1月14号主持了一场有关促进全球宗教自由的网络视讯讨论活动。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基金会执行董事格西江曲缺登在讨论活动上讲述了在中共统治下西藏境内所发生的宗教迫害问题，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4大使命之一，即提升人类一体性的理念，强调这一理念是解决世界上各种歧视和冲突的最佳方法。据悉，来自32个不同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网络讨论活动。另外，流亡瑞士的5户藏人家庭自2012年以来，持续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大楼前举行声援西藏和平抗议活动。本周三1月13号，上述藏人家庭举行了第108次和平抗议活动。据了解，声援西藏和平抗议活动由5个藏人家庭共同组织，他们在每月的第2个周三从瑞士各地前往日内瓦，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大楼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声援在中共高压统治下遭受苦难的藏人同胞，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支持和关注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敦促中共当局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在本周三举行的抗议活动上，上述藏人民众除了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大楼前举办抗议活动外，还通过在瑞士鲁森恩的主要公共场所散发传单，来提高当地民众对西藏的认知。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和工作人员于当天前往抗议现场，向参加活动的民众表达了谢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在全球各国抗击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之际，流亡奥地利和瑞士霍尔根的藏人民众于近日发起一项募款活动，为印度藏人社区的民众提供2019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等相关费用。此次募款活动是为了响应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门在印度境内的藏人社区展开的2019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据了解，奥地利藏人协会在募款后向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捐赠了3298欧元，而流亡瑞士霍尔根的藏人公布确集也捐赠1000瑞士法郎，用于印度境内流亡藏人的疫苗接种等其他相关费用。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